只能把杨金留在圣彼得堡了。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。但尽管充满愤怒，却只能把它压抑在心中。我知道，自己是一个汗，而不只是一个丈夫。我得考虑整个部落的利益。但饮下的苦酒会发酵的。女皇，虽然托尔扈特无法与俄罗斯抗衡，我们也有自己的尊严。我明白，你是无法拒绝的。你知道这带给我多大痛苦？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就立刻去找那个女人。不，你不能这样。你是汗啊！你知道我曾经也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牧人家的孩子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发誓要一生保护你的。可是汗，对韩国和臣民，你是最重要的，对吗？小的时候，额济就告诉过我，想要当一个蒙古女人，就要习惯于等待和离别。男人说：“跟我们走吧，我们就要背起孩子，赶上苜蓿，跟他们出发。”男人说：“你留下来吧，我们就要为他整理行装。”额济说：“这就是我们女人的命运，也是我们的福气。”看，他们把你的衣服收拾成什么样子了？殿下，大使顿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：你们东方人的分别都这么平静吗？殿下，这就是我们蒙古人的告别，领教了吧？不用奇怪。真不可思议。殿下，这是一首古老的歌，它的历史可以回溯到成吉思汗之前的时代。多么安详的歌儿啊，就像天上的白云。你们东方人表达情感的方式真的含蓄的令人感到神秘。殿下，你知道水吗？当它是一条小溪或者河流时，永远都在奔腾喧闹，可聚成了大湖或者海洋，却常常是平静的。拍击的潮声也是轻柔的、律动的。你说的真好。有个秘密，也许我该告诉你。大使顿，请你跟我来。汗，
你怎么了？你汉，知道吗？我有了孩子，我有了你的孩子。什么？你已经有了？是我的，我巴西的。当然。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了。可是我不懂，也许还不能确定。殿下，杨静不能留下来，她已经怀孕了。我巴西，你要冷静。俄国医生刚刚告诉我们，她怀孕了。我不能把杨静留下来，大士顿，快走！韩，你听我说，你已经答应过陛下，她不能走的。我巴西，你不能这样做。如果你违背女王的命令，那是很危险的。你要冷静一些。我向你保证，陛下确实是出于一片好心。这不行，不行！你想一想，以杨金现在这种情形，能够再经受长途跋涉的劳顿吗？那样她会流产的。这是俄国医生说的。放心吧，我巴西，你走后，我会保证你的杨金一切都平安的。请你相信我，好吗？我不相信。我巴西，你殿下，你不用为我们的韩担心，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但愿不是我的冒失造成了误解。误解？哼，不，我们现在都明白了，您的俄罗斯不会真正信任我们中的任何人。别这么说，大士顿，起码我是把你们当作朋友的。第一战役，我们的目标是要推进到黑海一线，并且消灭土耳其人，包括红新月兵团在内的所有有生力量。我估计，这个战役将在明年夏季到来之前能够结束。你说什么？明年夏季？哦，亲爱的米莎，怎么能够做到呢？你知道吗？这次那位穆斯塔法苏丹可倾尽全力了。我的女皇，我知道战斗将非常严酷，但是在我的身上，除了全能的上帝赋予俄罗斯军人的无敌勇敢，更重要的还有对您，我的女神的爱情的力量。如果我要和你分别的那么长久，我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发狂。哦，我的甜心，你可千万不能发狂！我已经把俄罗斯的荣誉托付给你了。哦，陛下，请您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来。哦，好，对不起。再侧一点儿。哦，不，您刚才左手不是这样放的。哦，对了，不过要再往下垂一点点。嗯。哦，不要动了啊！再往下点。对对对，往下一点儿。现在非常好。这样行了。你知道吗，画师？你是唯一一个可以对我发号施令的人。哦，对不起，因为您是按照时间向我支付酬金的，我必须为自己得到的每一个卢布负责任，这样才能画好画。该让他休息了，我不能再等了，我的陛下。好了，米莎，我们该去度假了。我要告诉康斯坦丁我的去向和行踪。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像他们一样？好的，我们难得有这样的悠闲。哦，你可不要有非分的怪想法。我不是想上战场吗？可是您又不让我去。哦，亲爱的华西里，我是不想让你去。哦，枢密官大人，您还在这里？哦。陛下把这份作战方案留在白厅，我想他或许会召见我的。枢密官大人，把它给我吧。陛下今天是不会再召见您商谈国务了。哦，明白了。那么说，他们真的在一起了？您说呢？韩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别拦着我，我要去见女皇。
你为什么不让？我要去告诉他，我要去打仗，不关杨金的事情。他不该留下我的孩子。康斯坦丁说女皇没有时间，就连他也没有时间给你送行。关于俄罗斯的条件都写在这里了，这是康斯坦丁的公文信函，他要求你尽快启程。我不启程，要走就和杨金一同走。你去告诉女皇，你是我的总管，不是他们的执行官。你在这里不能为我办事。我要你在这里还有什么用？你去告诉他们，我要进他们的皇宫。我办不到的。如果您让我去，死在您面前和死在他们面前是一样的。您可以处决我，您来决定我的命运吧。我连我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，我还算是个什么韩呢？这就是圣彼得堡给我的最好礼物。韩，如果您现在决定不了我的命运，那只有我来决定您的命运了。你能决定我的什么命运？您得启程违抗沙皇政府的条令，您和您的家人乃至韩国都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圣彼得堡的夜晚时常叫男人们抑郁困惑，而且他们都是为了心爱的女人。没有想到我巴西你也没有挣脱出去。圣彼得堡的夜晚尽管冰雪交融，可并不影响男人们哭泣。酒是男人的眼泪，等你喝够了，喝得忘了自己是谁，你也就哭完了。俄罗斯是不相信眼泪的民族，只是圣彼得堡的夜晚叫人们的精神迷幻。它是爱情、浪漫、充满艺术和激情的夜晚。管家，我说错了吗？您没有错，是我的错，我没有把我们韩王的酒满好，女士，对不起了。管家，我觉得你不应该为你的韩担心，他是高兴才这样喝酒的。只要冬夜没有把他冻死在彼得堡罗要塞的冰雪之中，我相信他会从里到外的苏醒过来的。我说的对吗，我巴西？我想那个时候的我巴西，才是真正的归顺的图尔扈特汗王。归顺，我不太适合这里的冬天，太阳光顾的时间太短，那种阴冷叫人受不了。酒是男人的眼泪，可我不是为了女人痛心，而是痛心我自己的无能。我算什么图尔扈特汗王啊？我连我自己未出生的孩子都保护不住，又有何种能力去保护图尔扈特部呢？彼得堡罗要塞叫我认识了你，俄罗斯叫我认识了你。今夜喝的是酒也罢，泪也罢，我都将铭刻在心底。我要对俄罗斯的沙皇们说再见，对女皇陛下说再见。那将是永远永远的再见。杨进，我们不说了。你要答应我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保护好你自己。为了我们未出世的孩子，相信我，会好起来的。孩子也会好的，只是我不能照顾你了。不哭了，你要保重。
您能回来，韩国躲过了一次灾难。一连7天的法会辛苦了。不辛苦。为了韩后和王子的平安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老衲还给你引来了一位故人。谁呀？他刚从西藏礼佛回来。我知道他是一个哑巴。他是老衲的徒弟，该说的他会告诉你的。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我呢？他会用我们的文字记录下中华古国的现状。我们没有和家乡失去过联系，韩国还要从长计议。您还年轻，我们韩国需要你完成几代人的夙愿，做好远征的准备。丹增喇嘛的话，对我而言，是来自佛的声音，至高无上。其实这层意思，我也时常听老辈人说起。在亲自体会了女皇的威权之后，现在，他们又有了新的含义。那医生怎么说呢？他们说可能会难产。你马上通知薇拉夫人，叫她照顾好那个蒙古哈德。好的，我马上去办理。不过陛下，那么今后该怎么办？是让这个孩子在皇宫里长大呢，还是让他回到韩国？你的建议呢？按照过去的做法，他们母子可以回去。如果女皇陛下对我巴西更感兴趣，就要把他们母子分开，母亲可以回去，孩子就留在女皇陛下的身边长大。您把他收养为您的教子，我巴西就会牢牢地控制在您的手中。您可真是聪明，多一个孩子不是你的错，只要我会记得的。您不会忘记他的，而且您还要为他洗礼，让他成为您的教子。他可是成吉思汗的子孙，收养这样的一个孩子，您不会丢人的。您已经把他们征服在您高贵的脚下了。那您说那个沃巴西，他什么时候去前线？他会很快的。如果他不听话，他们母子就会去见上帝。好了，我累了，叫米莎来吧。是的，陛下。我马上叫他来到您的身边。管家，请问，您在读什么书？我在读沃尔泰。哦，有一次我看到他写给陛下的一封信，他对陛下充满了像对圣母一样的感情，他还称陛下为我的女神。是啊，这位女神给了他成千上万的卢布啊。有这样的事吗？当然有了，我听说前些时候沃尔泰向陛下哭穷，说是要卖掉他的藏书，陛下就用钱买下了这些书，同时还委托他在原地管理这些书籍，还名正言顺地发给他一份年薪。对这样的君主，谁不会感激涕零呢？陛下可真是仁慈啊。可是能够得到这样一位大学者的崇拜，并且让他心甘情愿地为他歌功颂德，陛下的钱没有白花呀。你的看法总是这么与众不同。那当然了，因为我本来就和你们不是一样的人。哦，殿下，对不起，我冒昧了。不，我们是一样的人。
你、我巴西。谢谢。管家，什么事？哦，公主殿下也在这儿。央金哈屯临产了。什么？我听说还应该有2个星期呢。是早产吧？快带我去。走，快点。您请。对不起，您能回避一下吗？对不起，大士顿。医生，他让你回避一下。啊，夫人，来。哦，夫人，您看起来状况还不错，不要担心。让我再给您听一下，来，先别紧张，您放松一下。医生，我的朋友情况怎么样？因为发烧，他的肺部有些炎症，需要服用一些消炎药，还要经常请他出去做一些户外活动，这样对他的健康会有好处。没问题。那好，请您给他开药去吧。好，祝您尽快恢复。请吧。好。公主殿下，谢谢你。别这样，记住，我永远是你和我巴西的朋友。你的病一定能治好，他的医术很高。请您转告陛下，谢谢陛下的关心。好的，杨金，我们都希望你好好的保养身体，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。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出来。这里是圣彼得堡，不是你的韩国，这里的医生都是很有经验的。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了。除非你不希望有一天请我到你们的韩国去。我是觉得公主是不会到我们那么远的地方去的。你很善良，杨金，我会去的。殿下，你和陛下也很善良，我欢迎你们去韩国。安，您吃饭吧，哈顿会平安无事的，您早点休息吧。佛祖保佑我的央金母子平安。身子我挺不住了。我的孩子，忍一忍，这就是我们女人的命啊！再坚持，孩子。
杨继，你真的很好吗？你究竟为我生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小生命啊？你生了一个漂亮的男孩，你很虚弱，休息吧。来，哎呦，你看她多漂亮啊！哦，亲爱的维拉夫人，小心一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让我看看这男孩，简直是太英俊了。就是，小心小心。陛下，那个男孩来了，抱给我看看。陛下，蒙您的关爱，这个孩子很健康。真漂亮啊！你们快看呐，他有双多明亮的黑眼睛。尊敬的陛下。好了，从现在起的1个小时之内，我不付您酬金。我不向您要钱了，我要为您画一张近乎圣母玛利亚的圣像。你们说这孩子会像他父亲吗？我觉得挺像的，这卷曲的黑头发还有鼻子。我看你对那位酋长的印象太深刻了，娜迦。对了，薇勒夫人，她妈妈怎么样？她的健康正在恢复，可是几乎没有奶水。可怜的孩子，我们要为他起个名字。那我们就叫他伊范伊里伊奇。太好了，还是大天使的名字。可怜的小家伙。你们看他。陛下，您刚刚叫他大天使，这孩子他就吹起了喇叭。您看。亲爱的米莎，你真聪明。薇勒夫人，好好照顾这孩子。但愿他吹起的喇叭声真的会引导那一群迷途的羔羊们找到天堂之门。上帝保佑您，陛下。难道您要留下这个孩子？当然了，娜迦。这是沃巴西的父亲曾经立下的盟约，所以他必须接受。可是孩子的母亲央金，他难道不想让儿子成为合法的继承人吗？陛下，让我当这个孩子的监护人吧，好吗？开什么玩笑！画师，我们接着来吧，好吗？是的，陛下。陛下，您刚才的样子真的很像是一幅圣母子。是吗？让我来抱抱。你画吧，我会给你双倍的赏赐。小心。我的孩子，夫人，夫人，孩子呢？你怎么了？夫人，夫人，来人呐！夫人，来人呐！夫人，您安静一些。夫人，孩子，杨姬，孩子，没事的，孩子好极了，非常的漂亮。你见到孩子了？他怎么样？是的，我见到了，你别担心，他非常的健康，不哭也不闹，是个乖乖的胖小子。你快躺下吧。孩子好吗？很好，真的很好。他长着高高的鼻子，还有一头卷发。卷发，他也是卷发，和他的阿爸一样。他们真的不会带走他吗？他是接受女王的洗礼，你就放心吧，他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。来吧。大人，这么说，这个孩子一定要留下来充当人质了。不，你说错了，是留下来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就像你本人一样。
所以我最清楚您说的良好教育意味着什么，大人。好了，这件事情是陛下的旨意，我们就不要再讨论了。另外，年轻人，我要祝贺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今后每年你将享受女皇政府200卢布的津贴，拿去看看吧。谢谢枢密官阁下，不过，请您转告女皇，我很难接受这份赏赐。嫌少吗？拒绝女皇的赏赐可是很危险的事情。哪里呢？我只是想不出自己到底该做些什么才能够得到这份赏赐呢？是这样的，年轻人，如果你想回报陛下的赏赐，那么从今天起，你要随时把韩国的情况向我报告，我们会非常感兴趣的。如果你想买个奸细，这钱少了点儿。我说年轻人，陛下是慷慨的，他只要求你们做出自己承诺的事情，比如俄土战场上正等着你们的骑兵参战。你是聪明人，我相信你知道应该怎么做。他们怎么说？准备启程吧，杨吉和你一起回去。那孩子呢？达什顿，你也知道，韩王的儿子要由俄罗斯政府抚养，这不是从今天开始，我无能为力了。不，我巴西把他的儿子托付给我，我不能把孩子丢给俄国人。达什顿队长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不能把我们的王子丢下。达什顿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。为了我们的韩，我们必须做出牺牲。牺牲？牺牲什么？难道我们图尔扈的韩国连一个弱小的生命都不能保护？要我们干什么？我不答应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去找那个女人要孩子。哎，达什顿，你冷静下来好吗？冷静？屁话！孩子不是你的，你自然说得轻松。难道那孩子是你的吗？我和我巴喜是兄弟，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，我就是死了，也要把这个孩子带回到他的身边。哎，达什顿，你听我说，这个决定我们是无法抗拒的。如果你爱你的我巴喜，就不要给他找麻烦，暂时答应俄国人，我们从长计议好吗？好了，别再闹了，谁也不愿意这样。我还想请你多多劝慰我们的哈顿。只要我们的哈顿无恙，他还可以生很多的孩子。到那个时候，这个孩子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，也许还能回来。你说是不是啊？这个孩子不会成为普通的孩子，他将成为女皇的教子。知道吗？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荣耀啊！这就是真真切切俄罗斯帝国的关爱。我们还要感谢女皇陛下对图尔扈特汗国和我巴喜的仁慈呢。看来我巴喜将无法摆脱女皇陛下的控制了。妈妈，佛祖有什么指示？汗，因为回报你的虔诚，佛祖指示，远在千里之外的央金哈顿已经为韩国生下了个婴儿，母子平安。我巴西有了自己的骨肉了。妈妈，请您为他起个名字吧。这个孩子，就叫阿萨赖吧。阿萨赖，这个名字不是？这是你那位没有见过面的兄长的名字，这个名字也是当年老衲为他起的。妈妈，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起了这个名字吗？蓦然心动，如同电光雷火，
这一定也是佛祖为我们点化的灵机吧？那是不是佛祖预示，这个孩子的未来也将是同样的命运？汉，一切都是缘分，以平常心处之，凡事照你的良知指点的去做吧。我把谁受教了？杨金与我当初一样，最终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告别自己的儿子。对母亲而言，这是多么巨大的痛苦与折磨。作为一个丈夫与父亲，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无奈和耻辱。再见了，尊敬的夫人。但愿圣彼得堡给您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告诉您的韩，他的骑兵该出发了。夫人一路平安。我要我的孩子。对不起，那个孩子正在女皇陛下的身边。大人，你们太残酷了吧？你说什么？在我们那里，连一只母羊都有权利哺育自己的羔羊，可你们却从一个母亲的怀里夺走了她的儿子。队长，这是宫廷，不是你的杨澜。据我所知，任何一个皇宫中皇位继承人都不是由他的母亲亲自哺育的，你懂吗，队长先生？大士顿，别说了，我们该走了。愿上帝保佑您，亲爱的夫人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杨金就这样被驱逐出圣彼得堡，他最终没有看见儿子。儿子究竟在哪里呢？冥冥之中，他用心灵呼唤。他知道，这座冰冷的城市会把泪水冻干。